针对这个北农困住的争议，市长郭文摕昨暝到疾管署开会，甲中央达成3点的共识，说落来台北市政府要安怎来防疫因应呢？来听郭文摕详细的说明。那个北农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可怕哦，你看看哦，4933个哦，如果真的用4去除，你呢不到0.1% 的，不到1/1000的，所以常常我每次看那个晚上看新闻都觉得奇怪。 台北市的感染数明明在下降，为什么讲的好像那北农多严重的样子？所以这个不必要。那昨天我到疾管署，你知道吗？因为在北农的案件当中，我们就发现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过去我们做疫调是以居住地为准，可是问题是有居住地，还有一个工作地。我们每天不是只有在家里睡觉，还要上去上班。那么过去这个以居住地为主的这种疫调系统，在大部分的情况都不会出问题的，因为大部分你户籍在台北，住在台北，在台北工作，这个地方是蛮特别的。所以在北农还没有出现之前，你知道，我们都不知道这是问题。那昨天我到疾管署，你知道因为里面都是我以前医界的，不是同事就是学生，你知道反正在医界人士，大家都真的面对这个问题来讨论，所以最后决定就是说。 除了这个工作地居住，就除了原来的居住地，会再加有工作地。然后他们会重新去设计这个疫调的平台，你知道吗？是不是用？如果每边自己在登录的时候系统每天去检查一次身份证字号，因为全台湾每一个人唯一的就是身份证字号，像名字相同的很多嘛，对不对可是身份证字号到现在为止它是 unique 就唯一，所以。 每个人在做他的 database 的时候，有一个系统会把这个每个 database 再检查一遍，如果身份证字号相同，会挑出来。我想，经过我们昨天在疾管署跟这些我们以前那些同事，你知道，大家讨论过以后，我想将来整个疫调会更迅速、更确实。现在都不缺网军，你知道我们在讲的是疫调平台，他就弄一个什么确诊者的足迹公布。 这两个不一样的，我们在讲的是疫调平台，不是一个国家实在是不应该这样我还是相信人的善心的我们也是讲心存善念，尽力而为的所以我再呼吁一遍关于这个残疾就是一瓶开封以后剩下那最后是怎么处理？答案是就请现场的医师自己做判断符合预约当然优先嘛1到7类再次制了那如果这个一时间没有，你就觉得那个时间开瓶的时间已经接近了，那就反正是打在一个我们自己国民身上都应该，总比丢到垃圾桶好不要为了这种事情把它丢到。